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晶，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英国《金融时报》初六指出，为着卖去刺激到北京，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甲咱的总统蔡英文达成共识，两个人会趁4月初蔡英文去中美洲访问过境美国加州的时阵安排见面。到时阵蔡英文嘛会发表演说，不过台美双方拢无证实这个报道。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当有具体规划，才会对外来说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是毋是来访问台湾，各界拢咧关心。英国《金融时报》伫初六报道讲，考虑到台湾安全，避免再度来上演佩洛西访问台湾了后的强军包围演习，麦卡锡甲总统蔡英文达成共识。对台北县甲改做加州会，时间会选伫4月总统出访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甲贝里斯的时阵，过境美国会来会面。So first, I'm not aware of any confirmed travel on the part of President Tsai to the United States. Speaker of the House, in a case like this, is going to decide for himself or herself the meeting. 我们的元首外交是我们外交非常重要的一环，因此这个是我们外交部的重责大任。但是在还没有任何具体的这种规划出来之前我们不会对外面说明。台美双方拢正美手，无要来证实。国务院是定性讲，议长家己会当来决定要和啥人来会面。麦卡锡办公室是拒绝评论。报道嘛讲出，蔡总统要来访问纽约甲加州，特别是加州是麦卡锡的选区。蔡总统嘛办配会伫个雷根图书馆来发表演说。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件新闻。日本研发的新火箭 H3 1号机，2月17发射失败，延到今仔日早起搁射一摆，引擎煞无法度点火，为着避免火箭落落来造成伤亡，工作人员下指令，让火箭自动爆炸。若发射任务是搁失败啊。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日本、韩国解决丁用功的争议了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式邀请南韩总统尹锡悦访问日本。两国领袖可能会伫3月16、17举办高峰会，讨论美国、日本、韩国的安全合作。英国《Times》报道，英国政府针对移民制定新的法令，要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拍算限制当年难民申请庇护的人数。除了无人陪的囡仔、甲重症病人，无合法的移民若准入境，都会互拘禁。沙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德州有5个有心人，有心对家己甲胎儿拢造成风险。却因为当地政府禁止打胎，无法度手术把囡仔摕掉，所以这5个无心人联合提告德州的政府。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罗西亚加派一阵新的佣兵，伫战事上激烈的巴赫姆特豆豆占领兵。不过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讲，乌克兰会拼死守掉巴赫姆特，绝对袂放弃。3月7日是国际妇女节，这阵社会是愈来愈进步，性别族群嘛哪来哪多元。不过性别平等敢真是有落实的。其实社会上和男性比起来，有真侪所在拢对女性有刻板印象，甚至有无公平的待遇。来看几个数据，根据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公布的资料，2011年南韩男性的薪水都比女性低31%。男女的差异连续26年是全世界上侪，日本是差22%排第2。美国、英国这寡咱普遍认为先进的国家，男性的薪水嘛比女性低1成左右。若是生活工课场，联合国统计193个会员国当中，其中敢若30个国家是女性做领袖，比例无到15%。国际的这几档亲像。都有塔利班政权打压阿富汗女性清查、上班、读册权利，更有伊朗的头巾示威引起关注，甚至美国引准地方来禁止女性甲囡仔摕掉。全世界无任何一个国家做到100%性别平等。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就认为，女权伫全球受到威胁甲侵害。伫一寡国家，女性读册、做事、结婚、生囝等等，拢无自主的权利。古提瑞斯表示。照目前的发展，阁要等300年才有才调达成性别平等的目标。
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切拉伫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指出，女权伫世界各地当受到剥削、威胁甲侵犯，几60年来将无简单得到的进展，当伫目前消失，这是一大警讯。Gender equality is growing more distant. On the current track, where Newman puts it 300 years away. 古提瑞斯基咧，塔利班治理的阿富汗妇女甲查某囡仔已经伫公众生活消失去。另外，无点名指出，一寡所在妇女的性自主权甲生育权当伫倒退。某一寡国家查某囡仔上课会面临防绑票，也是防攻击的风险。有一寡所在，警察变作弱势女性的加害者。另外，疫情造成某一寡国家查某囡仔无读册、早婚、女性照顾者失去工作者的影响甲冲击，目前也是严重。各地产妇有新的妇人人死亡率拢增加，这拢是全球性平重大威胁。伊进一步指出，过去几100年父权制度伫科学甲工程、数学，甚至是目前上界热门的网络甲 AI 领域，创造严重的性别差别界线。呼吁各国政府爱重视问题，确保女性伫这领域拢有公平的机会。And in many countries, girls are studying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ath in record numbers. This must be followed everywhere. Women and girls will not be silenced. Together, let us push back against the pushback on women's rights, against misogyny. 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菲律宾政府打算要甲超过15年以上的吉普尼隆重淘汰，改换做较环保的新型车，甚至是油电车甲电动车。不过，对一寡吉普尼运将来讲，换一台新车都要开100多万，实在是无法度负担，所以为昨开始罢工抗议1礼拜。若讲到吉普尼，伫菲律宾是真史上快的大众交通工具。二战时期，当地民众甲美军留落来吉普改装，变做通载人客吉普尼。后来，搁伫车顶插各种的图样，就真做即马逐台拢无共款特色的吉普尼。毋若是色水眼目，因为吉普尼的上大的特色就是无客运亭。路边看到车，直接下手甲扎落来，都会当坐，而且价销嘛真俗。4公里以内坐一逝免台票10块。因为大部分的吉普尼用二手的引擎，摆真侪乌烟。即阵政府都要甲旧车隆重淘汰，对环境来讲虽然是真好，不过这特殊的文化煞有可能就安尼消失去。罢工的吉普尼司机也报条花口号，反对政府推动的泰华政策。吉普尼起源伫美军离开了后所留落来，伫台湾被叫做1/4体的吉普车改装的。根据环保部甲交通部这单位提出的方案，俗称吉普尼的中小型巴士爱换做使用液化石油气引擎，甚至是油电混合或者是电动车，来提悬公共运输的环保能力。车顶爱有 GPS 画彩定位、自动收费机甲监视验影机，司机也爱加入已发定期的车行或者是车队。罢工开始了后，无上班交通工具少年上班族对泰华政策大部分是正面态度。In my opinion, I am in favor for EV modernization. Kasi I think it's time na para ma-modernize lahat para dun sa ikaunlad ng bansa natin. 不过，独立的新闻网拉普勒引用数据指出，用进口二手引进的吉普尼污染程度确实较悬，不过介绍算俗真济。每台车较大细伫新台票83000到将近14万，不过符合政府标准的现代化吉普尼，每台成本超过新台票155万，平均价出17倍以上。司机平均每工收入只有比新台票1100块较低一丝啊。司机认为交通部甲环保部的方案是咧欺负散车人。Kay Presidente BBM, lahat kami mga jeepney driver ay bumoto sa iyo. Mahal na Presidente Marcos, BBM, ngayon mo ipakita na hindi mo kami iiwas sa ere. Patunayan mo yung sinabi mo ang mahihirap, ang iyong kakampi. 菲律宾民间地壳能源生态甲发展研究中心指出，吉普尼虽然污染程度较悬，不过伫全国900万台汽车当中，数量只占2%。那政府推动环保只针对吉普尼是唔再轻当做法。公司新闻时间真朋友。伊拉克国会7当前通过禁酒令，最近宣布生效。国内即嘛是禁止生产、买卖酒精饮料，就连旅客要为国外入境嘛袂使。
这项规定引发民众反弹，因认为这项政策干涉自由，嘛违反宪法的自由权，而且是阻碍未来的观光发展。伫巴吉达的餐厅甲酒吧实质的是部分伊拉克人的日常生活。不过，顶个月20，政府向宣布国会伫2016年通过的禁酒令正式生效，不准伫境内卖酒、进口或者是生产酒精的饮料。入境的旅客闹酒，嘛会去互没收。伫民间是引起真侪争议。والله بصراحة أنا يعني ضد هذا القانون لأنه يعني إحنا بلد متعدد الأديان متعدد الأعراق بلد حضارتنا 7000 سنة بلد يعني ثانيا إحنا بدنا نتجه للسياحة 反对的民众讲，伫伊拉克大部分的人是信伊斯兰教，叫伊莫啉酒是无问题。不过伊拉克也佫包括其他少数基督教徒等等的族群，因的信仰并无规定袂当啉酒。政府硬要因接受这种思想，是违反宪法和人民自由的权利。而且最近去伊拉克观光的外国旅客有增加的趋势，禁酒令恐惊会妨害观光甲经济发展。زين وا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ليش معلنين هذا القرار المسيحيين الارمن باقي الطوائف ما حرم عليهم هذا الشيء فهذا قرار غير صائب زين وراح ياثر على الاقتصاد العراقي 目前已经有基督徒去法院提告，而且这个禁酒令是安怎伫通过7年了后才生效？有分析认为讲，这反映伊斯兰政党势力有进一步扩大，当伫豆豆限缩社会自由。不过嘛有牧业商私底下讲，这项禁酒令无法度阻挡卖酒的情形，将基本敢若会互乌市的交易愈来愈济。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澳洲的明日本有2个查甫人用锁仔甲吸石绑起来，等入市区的河内底，抓到着铁栏杆、脚踏车顶，真侪歹动具舍。利用这款特别的方式，逐礼拜就清掉几若100公斤的粪扫，佮甲废铁换钱帮助弱势族群。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卖。这是澳洲城市墨尔本绕过市中心的这条河，叫做亚拉河。一个查甫人徛伫河边，等一条锁仔落去水底，看起来就是伊是在钓鱼啊，但是其实伊是要钓等在水底的粪扫。这个叫做罗伯森的查甫人，伫锁仔顶头绑一粒差不多1公斤重的吸石。莫看这条河敢若真水，但是你一定想袂到，锁仔等落水底了后，吸石吸起来的物件竟然有铁栏杆，有大卖场伫用的刹车。甚至也有几台的脚踏车，实在是震撼。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ing to find. It's not about finding treasure. I'm not looking to make money. It's about just cleaning up the waterways and helping out and doing my bit. 事实上，罗伯森进前捌坐过家，出家教了后，伊甲另外一个伫家教熟悉的朋友，两个就烧招家己来做志工，用这种真特别的方法来清理水底的粪扫。I have taken a lot from society over the course of my life. I've done a lot of wrong things, and this is my little way of giving back. It is good fun but yeah it's definitely doing your part for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 future generation so why not 罗伯森甲卡拉两个人每礼拜拢会为墨尔本这个城市的水底钓几若100公斤的粪扫起来，1公斤的这种废铁粪扫会当卖150块澳洲的钱，差不多是台票3000块。但是罗伯森讲，因会用这个钱来帮助其他的人，因做这件代志完全是家己欢喜要做，因为毋但会当清除水底的垃圾物件，嘛会当甲因心内过去的垃圾物件清好清气。记者甲美nen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